我是朱一鸣，我是来自于中立的客家人。我是一个虽然长大，但是对这个世界还是怀有很多好奇心的大人。目前在医院里担任内科住院医师，平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喜欢写作，因为写作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给更多人知道。我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医师，但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做到的不只是一个医师。大家好，我今天要来分享一段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感受。好，那我是在2012年到2013年呢，到我们的非洲友邦布吉纳法索担任所谓这个外交替代役。那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当兵为什么不在国内当一当就好了呢？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呢？那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很喜欢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我曾经到过南投的山上，为原住民小朋友做暑期辅导。那我也曾经到泰国呢，在一个戒毒所里面当志工。这些经验呢，培养出我想要往更远的地方去。那正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得知到说有外交替代这个东西，而且呢，如果是医疗专长的话呢，会到我们最低度开发的国家，像是布吉纳法索这样的地方，做医疗服务。也许是因为我的决心，所以让我呢在10个人里面完全是用抽签抽3个，那我很幸运的就获得了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布吉纳法索在什么地方了它在西部非洲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方。那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国家，但它其实是我们现在所有邦交国里面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景象，就是一片红土。这个路上你看都没有柏油路都是平房，没有高楼大厦，天空很蓝很干净。那我们再往近一点去看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以水廊当作例子啦，这是他们的城市里的公用水井。所以说，代表说他们的自来水其实不是很普及。那一方面是因为管线呢铺设没有那么完备，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价钱比较高昂，不是人人都可以负担起这个自来水。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因为他们都是要喝井水嘛，对不对？他们就会得到一些肠胃道的疾病，像是传染病甚至是寄生虫等等。所以呢，我的任务呢就是在诊间里面看诊，这就是我的诊间。左边是我，中间是我的病人，那右边是我的助理。布吉纳法索它其实是一个法语系的国家，所以呢，我在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恶补法文，1天8小时，连续3个礼拜，很辛苦。结果到了当地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当地人也不讲法文，他们讲的是当地的方言，叫做摩西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助理，把摩西语翻成法文给我听，还不是翻英文，是翻法文所以可以想见这个沟通是非常困难的。那在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柜子，那里面有放这些药品，那就是我们团部所准备的药品，那我们可以适时供应给我们的病人。好，那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里的医疗环境其实有一点残酷。可以看到这里是他们的急诊室。好，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病人躺在这边，在那里呢，如果呢你今天生病了，你到了急诊室之后呢，当然医生会先来看你。那医生看完你之后呢，他会给你2张处方签，一张处方签写什么呢？写的是一些药品。那还会有另外一张处方签上面写什么？上面写的是一些医材，比方说纱布2块，手套1双。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护理站里面其实是他没有常备的药物跟医材的一切都是要等你的家属去外面的药局把它买回来以后，你的家人才会得到治疗。那我们再来看，他的身后有一个黑色塑胶袋在这边。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呢，医生跟护士就会来把这个黑色塑胶袋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倒出来，然后就是看说里面的药品医材有哪些，然后对着昨天的那2张处方签，去看说有没有少哪一样。那如果少了哪一样，他就开始数落床边那个家属，就说你怎么不努力一点呢？你家人生病了那你如果不把这些药品买来他这样医病怎么会好呢？对不对？好，那被数落之后，那个家属呢都头都低低的，都不敢讲话这样子。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在那边我每天都在上演着。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在我们诊间，也就是我自己所遇到的难题。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们所谓要怎么放下自己的偏见因为我们在一个很不熟悉的医疗环境嘛在诊间看诊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就是说癫痫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来的时候差不多很多都是像这样，都是小朋友。那就会这样子，虽然有点呆滞，然后妈妈就会说她家里有抽筋，然后有跌倒头撞到这样子。可是实在是太多了我准备了好多的那个抗疟疾药，总是一下子就发完了。
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妈妈牵着一对兄弟走进来，跟我说，他们兄弟俩上个礼拜同一天癫痫发作。我想说，哇塞，怎么有那么巧的？那久了以后，我就会有点怀疑，你知道吗？哈，怀疑说这些人是不是在骗我啊？这个药品哈，其实他可以去外面的药局转卖，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我就心里有这个怀疑耶。于是我就去搜寻那个 WHO 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啊，去找线索，然后就看到一篇文章，结果上面就写着，在这种低度开发的国家，癫痫的比率就是比较高，因为他们生产的照护不好。好，比方说他们当地的妇女大部分都是在乡下卫生站由助产士去帮他们生产，那绝大多数的妇女当然不可能去接受什么超音波产前检查啦，哈，所以很多高风险的孕妇呢，其实不会被抓出来。那生产的时候难产的比率就会多，很多小朋友就算他侥幸能够存活下来，他的脑部也会受到一些缺氧性的伤害，因为在产道待得太久了，就种下了他未来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癫痫的因子啊。好，我看到这里，我就会觉得自己蛮汗颜的啦，就说啊，我怎么可以因为人家穷，我就是怀疑人家哈？所以在这样的医疗环境之下，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心中的偏见然后成见，好，可以大胆假设，但是一定要小心求证，不然就会得到这个很错误的结论然后。那第二个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就说不同的社会环境哈，经济条件其实会改变我们的医疗决策。好，有一天。有一个妇女在我们的诊间呢，我诊断她，我们验出来阳性，她是艾滋病，好，当然不是这一位啦，哈，因为我放这位因为小朋友很可爱。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转介她到当地专门治疗艾滋病的门诊去嘛，哈。那她在临走之前，她问我一个问题，她问我说：“那医生，那我得了艾滋病，我还可以为我的小朋友哺乳吗？”啊，听到这个问题，我傻住了，我赶快再去哪里，就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赶快再来寻找一下。如果是在台湾，我们一定会跟妈妈建议说，哈，那你就不要哺乳了，因为乳汁它也是一种体液嘛，哈，当然也会有这个几率去传染这个艾滋病毒。但是呢，在这个低度开发国家，布吉纳法索这样的地方，我们反而要鼓励他继续哺乳。好，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没有干净的水源；第二个，他们比较贫穷，他们买不起奶粉。如果说你禁止这个妈妈说你不可以哺乳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小朋友要么拉肚子，要么营养不良。好，存活率更低啦，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宁愿遮着眼睛让他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之下，我们也不忍心看他活活饿死这样子啊。好，所以就是不同的经济条件，其实你要做不同的思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常说那个医学啊，其实没有一定的准则。好，因为我们面对的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病人呐。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我遇到的难题是我们到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援助嘛，进行这个医疗的行为，你把自己当成是什么？你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工作者吗？还是说你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大善人？好，这是我们到乡下去看诊。好，这个村庄我们每2个月会去看诊一次啊，你看到就排很长这样子。好，那在这里我们就遇到这个小病人，一喝奶就会吐出来。好，而且最多吃不下去，就非常的消瘦这样子。那我们去诊断说他是一个胃出口的地方有狭窄，所以他必须要动手术。那我建议他爸爸就赶快隔天就要带到我们的医院去。那我们连外科医师都帮他找好了，好，准备要替他动手术，结果发现不能动手术，哇，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没有麻醉科医师。好，我们已经在第3大城的一个医院还没有麻醉科医师，他必须要转诊到首都去。我们都知道他爸爸没有钱嘛，这个乡下来的地方的嘛，那我们知道说他如果把小孩子带回去，又带回去乡下的话，哇，那就完蛋了。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想法，我们要不要自己从口袋里掏一些钱塞给他？好，要不要？那就想起团长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私底下去借钱给这个布吉纳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洲的苦难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们的新台币是救不完的。另外一方面是说万一你帮了一个，那之后来了10个，那你怎么办？好，你救得完吗？就在这个迟疑的当下，当天下午，病人就被转诊走了，他跟他爸爸就消失了，我们也跟他断了联系了。2个月后，我们又再次来到这个村庄，又遇到他爸爸。我请他爸爸把那个小朋友现在抱来给我看，就长这样。我就看到哇，变成这样子胖胖的，不能说他白白胖胖啊，但是黑黑胖胖的眼睛非常的大，肚子上面有一道伤痕呐。他真的去首都去动手术了。后来他爸爸跟我说他当初其实有带小朋友去看过，早就看过医生了。甚至还做过超音波检查，但是呢，医生没有跟他很好的解释啦，所以他
做完超音波之后，他就把钱花光了。他没有钱怎么办？他就把小朋友就带回家了。直到再遇上我们，但是呢，我们有跟他很明确的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开刀就会好的疾病，请他爸爸一定不要放弃。于是呢，他后来就下定决心，就跟亲戚借钱，就是去到首都去完成这个手术，也救了他的小孩一命啊，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团长跟我们也说过一句话，就说千万不要小看布吉纳人。好，因为他们背后呢，其实有他们生存的方法，背后有他们所谓他们亲族的力量。好，他们亲族的连结其实比我们还要紧密。好，就他们家族当然很庞大，因为他们生很多嘛。哈，那亲族之间呢，举凡吃不饱穿不暖，孩子生太多没办法养，生病啊欠债，通通都跟其他亲属有关系。好，你都是逃不掉的，一定跟你有关系，你这是不能拒绝的。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子一个很紧密的亲戚关系之下呢，能够适当的获得帮助啦。最后跟大家分享是说，其实我还蛮特别的，就是我在2个截然不同的医疗环境上面工作过，一个是台湾嘛，一个是布吉纳法索。好，一个呢对病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对病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不过以医生的心声我必须说，在台湾当医生呢，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即使我已经为病人做了很多呢，我还是会思考说，我还漏了什么还没有为病人做的。会不会他之后拿这件事情来批评我，来找我麻烦？但反观呢，我在布吉纳法索的时候呢，因为绝大多数的治疗跟检查都是没办法做的，我反而我的思考模式是，我还有什么能够为病人做的？那只要能够为病人多做一点呢，那我的内心就会很充实。那在这个10个月的经验呢，给我一个感觉，我的心得是，生命其实是有价的。反观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真的是对病人来说非常的好。基本上一个人，你其实就算没有什么钱，你住院完成手术到出院，都可以顺利的完成，而且缴的钱是很少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这样的医疗资源。但是换句话来说，我们都知道健保的财务是越来越吃紧了，而且呢，新的药品和仪器一直在推出来，而且价格是越来越高昂。好，所以未来我想我们台湾民众必须要有这个觉悟，也要有这个准备，就是说我们未来可能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了。好，谢谢大家。